得唔得啊？海雅定製睇樓團今次返順德，我係阿影，今日帶大家行下廣東四大名園之首清暉園。清暉園坐落於順德市中心，建於明代，佔地2.2萬平方米，係非常經典嘅嶺南建築。搜咗資料仲顯示清暉園係港星許紹雄太太嘅祖業。涼亭、水景瀑布、小橋橫跨、奇石古木、錦鯉魚池，各式各樣嘅植物可以講係一步一景，一園一故事。每樣嘅植物都有標本說明，可以講係行一圈園林學一番知識。最中意呢啲彩色斑斕嘅四季滿洲窗，顧名思義，透過呢啲紅藍黃綠嘅套色玻璃，可以睇到窗外春夏秋冬四季嘅景色。南周邊都有一啲咖啡店、小食店可以選擇。另外，我哋仲準備咗逢簡水鄉嘅特色行程，行下風情街，打卡香港明星都嚟過嘅美食館，仲有本地伴手禮可以拎啊！行一行嶺南園林，試一試嶺南小食，係咪好悠閒舒服呢？我哋清暉園睇樓團而家報名緊啊，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報名哦。